双手医治，你是新拯救，大有能力。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耶和华他的能力是配得称颂的，阿们吗？阿们。他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回到神的圣殿里面。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里面一种的温馨，还有一种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是神所渴慕，是神所喜悦的，阿们。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看到你，我知道神喜悦你。我看到你，我知道神喜悦你。你也跟他说，你是尊贵的，你是尊贵的。神多么的看重每一个属他的百姓，神也特别恩待凡守主日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人。神一样也祝福透过直播来敬拜他的人，因为我们同心合意，为的就是要来赞美他的名，好吗？牧师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喜乐来敬拜他，好吗？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来邀请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你渴慕更多更多的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你把你自己里面掏空，让圣灵就像那个水源一样充满在你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有一切负面的、消极的，完全都离开，因为你是属神的。神他定义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要在你的身上做大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用使徒信经，我们要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阿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我们要来大大的来赞美他，好吗？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哈利路亚！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让我们今天早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阿们。阿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
着，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让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去因有苦，也必不怕遭害。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去因有苦，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去因有苦，也必不怕遭害。嘿嘿哟，嘿嘿哟，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哇，哈利路亚！今天早晨是跳舞的早晨，让我们找到我们隔壁的好朋友，我们的朋友们，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来跳舞赞美我们的神呢。跟他说，我等要看到你跟我一起跳舞，一起来，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换另外一个人，嘿哟！嘿嘿哟，嘿嘿哟，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耶稣，你是信实的神，你的爱如此的宽广高深，请你继续的来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敬拜你，我们活着就是要全心来爱你。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柔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
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柔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我的唯要紧爱你，我的唯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柔美无人能及。我的唯要紧爱你，我的唯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更多敞开我们的心来向我们的神歌唱。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柔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柔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耶稣，这是我们的祷告。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举起你们双手，我的唯要紧爱你，我的唯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柔美无人能及。我的唯要紧爱你，我的唯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的主。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说，我们当这样来赞美神，阿门。如此的话，上帝就必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过来，阿门。阿门。仇敌是什么？
仇敌可能是我们心里面一些消极负面的想法，仇敌可能是现在你的人际关系遇到困难，还有仇敌也包括你现在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可能遇到挫折伤害，然后神他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处境，我必搭救你。因此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就是宣告那个残累你的这一些的仇敌恶者的声音，恶者的作为都要离开你。阿们。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那赞美的能力进来，圣灵的能力就进来，医治的能力就进来。阿们。丰盛的恩典也进来。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是我们祷告一个最美好的时间。不是要邀请我们要来，今天要来特别为我们在野外礼拜来祷告。下个礼拜我们有300多个人，我们要到哪里野外礼拜？飞牛牧场，在那里有大团体，我们一起在那里的一个出游，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联谊，好吗？我们要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次的野外礼拜，不只是出去玩，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的认识连结，让我们更在主里面合一。阿们吗？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温暖有阳光的天气，但是不要太热。我们每一次跟神求的时候，神都照这样给我们这样的天气，然后给我们整个路上出入都平安，很重要的带来灵里面的喜乐。阿们，好吗？我们要为我们的野外礼拜来祷告。好，我们现在我们的 RPG 两个人，我们来祷告。好，我们的来带信如来带我们的新朋友，爸爸，信如，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的主，我爱你。我爱你。我们一起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我爱你。好不好？把我们的手举起来，然后看天上。我们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哈利路亚。若不是真的你爱神，你很难说出这句话。你可以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我也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们要常常跟人说：我也爱你。我们要常常对主说：主啊，我爱你。因为当你愿意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所有的伤害都要被医治，因为这是带出神的大能，好吗？你觉得你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给他的爱一次够吗？还要不要再跟他说第二次？再一次来，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脸上都充满了极灿烂的笑容，你看，哇，非常的美。刚刚的赞美非常的荣耀，我们再把一次这个荣耀的声音、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你很尊荣他的，跟他说：“请坐，请坐。”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我们到希腊罗马的这个保罗他的宣教之旅的踪迹。然后我们到了希腊罗马了哈，我们永光教会有我跟周牧师，还有豆豆跟他的儿子小玉。然后豆豆跟小玉，你们两个出来一下来，好好来，感谢主。好，示范一下，你知道吗？他们在希腊罗马，当我们在整个在行程当中，他们两个，你们两个是怎么样走路的？来，走一下给我们看，从这边走到那边。他们是这样走路的，哇！所以呢，他们两个非常的惬意，还要继续走，继续走。你们看一下，好，来再走回来。你们在那里是怎么样走的？哇，这一对母子，所以呢，不认识他们的人就说：“哦，那是她的老公。”老公是我们的洪明煌长老，洪明煌医生。洪长老，下一次你要去了，也要这样跟着豆豆牵手。他们每一天都牵手，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母子的关系让他们有很多的学习。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请儿子来见证，好不好 ？OK， 好。之后有机会我们再安排妈妈，好 ，OK， 好。那我们这次呢，就请我们的小玉呢，她在那里呢，她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每一天都吃一只冰淇淋。哦，3只。3只。好，她骗我说我们到那个那个金杯咖啡哈，在意大利。对，罗马。他跟我说牧师，因为我看到他吃冰淇淋，每次我看他吃，我都很羡慕。然后他就买了一只，他说一只是4.5块，我就想好4.5块我买得起，我也去买一只。然后呢，我去买了，然后他要跟我收费的时候，他跟我说15欧。一支冰棒，他买4.5，我是15欧。我说我有没有搞错？真的是15欧，因为他是1球，我是3球。我就吃不完了，所以呢，大家都一起来吃一口，把那15欧是多少钱？500多。500多，一支冰棒500多。冰淇淋。哇，真的，冰淇淋，哇，也是一个很棒的记忆哈。所以呢，牧师在那边呢，就都不要形象了，大家就抢着冰淇淋吃，都是他害的。所以呢，他呢有一个我们给他的一个很美好的这10几天的之旅当中，他变成
冰淇淋王子。好，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小玉来见证。好，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小玉。那这次很高兴又很害怕被邀请到跟两位牧师一起去罗马的那个寻访保罗教宗之旅。那这趟行程呢，就行进了罗马、雅典、庇里亚、腓立比，然后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克里特岛等圣经中耳熟能详的地方。那这个路线呢，是照着保罗2次出行的反方向，就是我们是沿途反方向去的。那很难想象保罗那时候他那个时期没有巴士，他要怎么跋山涉水到这么多的地方去宣教？那他的双脚已经非常辛苦，但是我们这次旅行去呢，我们是屁股很辛苦，因为我们每一天呢都坐车坐超过5个小时，平均大概5个小时左右。那最一开始呢，我们去之前我还没有做功课，我以为克里特岛会跟那个圣特里尼岛一样，就是蓝天白云，然后建筑物都很美，就可以拍一堆很美的照片。然后我也以为我第一次去欧洲玩，路上的人都很 fashion， 然后都穿得很漂亮，然后都很帅很美，然后建筑物都古色古香。那我也被告知说每天都有晨祷。我一开始会害怕说早上6点，周牧师会来按我们房间的门铃，说：“我小玉，我们来祷告。”我真的很怕我睡着。但是直到出行的前1个礼拜，我才突然越讲越奇怪，然后想说，哦，不是，那是克里特岛，那不是圣特里尼岛。到了现场呢，才发现更惨，因为我们是去一个就是保罗暂时被收治的洞穴，然后那周围是空空如也，一片荒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渔港也完全没有人，寸草不生。然后到了罗马，落差也很大，就是在桥下还可以看到游民搭的帐篷，然后雅典的市容也很落魄，真的很像去东南亚地区旅游。然后我们在罗马还有遇到大雨，然后我的自动伞直接开花，然后整团都淋湿，我们就只想直接回饭店，就不吃晚餐了。然后呢，还好晨祷不是早上牧师来房间，是在车上的时候，就是牧师会轮流讲道，然后会讲说跟当天的行程有关的。可是呢，牧师都是讲台语，所以我还是睡着了。那这中间呢，经过非常多的地标，就是有圣彼得教堂啊、梵蒂冈啊，然后还有地下墓窟。但更多的是看到就是那些雅典卫城啊，然后还有那个罗马竞技场、凯旋门、帕德嫩神庙这些那个古迹。到了现场才发现，这一些地方都只剩下残骸。经过世代交替、天灾人祸，这些偶像崇拜的建筑物最后都会被摧毁，就只剩下一些石头，然后跟断掉的柱子。在德尔菲这个古希腊曾经视为世界中心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这里是离神最近的地方。那曾经他们有好多宝库，就是跟博物馆一样大，然后放他们的宝物。然后就有这些地方到剩下都只剩下残壁断柱，然后库房里面都是空空的。我就不禁感叹说，还好我们的宝库在天上，不会被掏空。那我自己是念艺术设计的嘛，然后我又爱买东西，所以我们去每个地方我都会逛一逛那个纪念品店，然后我都觉得说他们很可惜的是，他们明明是有这么丰富文化背景，然后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可是他们的文化商品都是就是印图案啊，然后或者是小雕像、小雕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我连拿都不会想拿起来。那我就回想一下，台北故宫早在10年前就有出纸胶带，然后有出仙草，光翠玉白菜的文创商品就有20几种。那就算是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容器，我们要怎么承接这些恩典、这些祝福？要怎么领受？更何况我们还要分享幸福给别人。那这棵树是那个松柏树，它留下来的枝叶经过岁月陈化，就变成了三博士送给耶稣的琥珀。那如果我们没有容器，我们这些终究都会是浪费。那我们中间有经过帕德嫩神庙旁边，有看到那个亚略巴谷，然后
就当时保罗在这里讲到，没有麦克风的年代，我们很难想象他怎么跟好几千个人讲道，所以我们就好奇站到中间去讲话，就小声的讲话，然后那边的回音就很大，所以几千人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如果神要我们去传道，我们也愿意大声说，那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舞台，也会给我们一支麦克风。那我们一起来念这2节经文，请。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罗马书9章23到24节。他早就已经预备好这些荣耀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已经在他的计划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祝福还有恩典。这些恩典我们要不要拿容器装？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破洞的瓦罐，我们要成为那个最好最大的器皿，才能装满满的祝福跟恩典。就算我们是盘子，我们要是最大最亮的那个盘子。那我们一起来宣告，我是被神所召荣耀的器皿。阿们，阿们。我们的小玉哈，她这一次去，其实神好像给她学习很多功课，从一个爱打瞌睡的、爱睡觉的一个帅哥，然后呢，跟我们一路这样子颠簸，然后也跟很多的牧者有很多的交谈，所以呢，有牧师说，他很像神学生感谢主哈。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的飞机被取消，然后我们就多停留了2天。所以那2天呢，后来我们发现到，那真的是神让我们那2天是让我们在那边可以喘息，因为我们那2天呢，停留在那个航空公司为我们预备的饭店，我们只能够在那里等飞机来，我们就要赶快再上飞机回来台湾。所以呢，我们等了2天的时间。而在那2天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沉淀，然后呢，也把我们该做的一些行程上的笔记呢，再整理一下。所以那2天呢，我觉得是一个享受在神的一个恩典的水流当中。这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所以神在带我们回来的3班的飞机转乘当中，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的小玉她真是一波又一波哈。所以呢，她搭飞机，然后很多问题都让她遇到了。我们在那个香港，是土耳其到香港，结果呢，我们已经要下飞机了。然后呢，空姐呢全部通通叫我们回座。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紧张？恐怖分子来了，会不会担心？会，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晓得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飞机里边有人失窃，而那个失窃的人就坐在小玉的旁边。所以呢，那个港警来就要问你当时你在做什么？是不是你也有嫌疑啊？他说没有，我都在睡觉。很多事情都让他遇到了，我觉得他是我们整团最年轻的。然而神在对他说话。他今天的分享是我们呢，如果没有预备好，没有这个容器，如何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那个神要给我们的恩典？阿们吗？是，谢谢我们的小玉。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永伟长老。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6章，我们要从第6节攻读到第12节。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请。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上帝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们从特罗亚开船，直行驶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城市。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我们听从并遵行他话的人。现在我们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他要讲的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看到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回来一起在礼拜堂，我们一起敬拜，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并且我们享受在与神同在，享受在弟兄姐妹彼此的连结里面。我相信这是主所喜悦的，阿们。所以你来礼拜，谁最喜悦？耶稣最喜悦，对不对？你跟隔壁说，你今天来，耶稣最喜欢来。对，因为我们可以更多的来领受从神给我们的信心跟恩典，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不断经历他的同在。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如此热情的来敬拜也用我们的真情彼此来相待哈。OK， 那牧师期待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来宣告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来激励我们。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看到我们的神学生亚拿回来哈，我就先告诉各位，今天在我们牧家很特别我们今天4个人都上台来服侍，阿们。好，亚拿到台北的中正教会去台省的奉献主日去讲道。那亚伦被派到基隆的大五轮去哈，所以他早上就开车去，然后等一下也会回来参与我们的意向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会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因为可以一起服侍神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跟祝福，感谢主哈。OK， 好，那我的资料有哈 ，OK， 好。来我们感谢主哦！刚才我们的崇玉有分享我们这次到罗马希腊去的情况哈。那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呢？你找台湾找得到吗？找得到对不对？就在右边角落对不对？我提示一下在哪里？有没有？有提示一下。那我们就是10月22号从这里搭机飞到伊斯坦堡，好，然后大概11个小时的飞机哈，那过夜嘛哈，然后从伊斯坦堡我们再搭机到罗马，到了，有没有到罗马了？有哈，到了对不对？感谢主啊！哇，很小对不对？那没关系，我们到罗马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参访就是圣保罗大教堂。那去到圣保罗大教堂，我心里很感动，因为这是保罗最后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保罗最后是被砍头的，是罗马的皇帝尼禄皇帝手下来执行的。然后他被砍头，后来就在他埋葬的这个地方来建造了圣保罗大教堂那我在那里有看到保罗跟彼得的雕像，你们猜猜看，哪一位是彼得，哪一位是保罗？左边右边左边彼得是哪一位？
彼得是哪一位？我说彼得，对不对？好，怎么样看出是彼得呢？是通他的脸吗？什么东西？钥匙，对不对？哇，对呀，耶稣有说，对不对？彼得代表教会来领受哦，哈，我把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有没有？你是什么？彼得，你是磐石，有没有？对，哦，那保罗呢？我就发现，保罗，他左手拿什么书卷，对不对？哦，因为他写很多书信嘛，对不对？右手拿一支宝剑呢，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拿宝剑，也许他要斩除妖魔。我想也对，对不对？哇，好，那你认识彼得跟保罗了吗？认识了，不错哈，感谢主哈。我们就在里面了，就在里面哈，哇，很漂亮圣保罗大教堂真的很堂皇。很漂亮哦，而且呢，这个就是保罗埋葬的地方哦，好，所以你看我们许多人就会在他埋葬的那个窟窿前面，在那里跪着来祷告哦，跪着来祷告。潘牧师也在那里，有没有？那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在上面有一条的锁链，有看见吗？不是很清楚，对不对？没关系，我放大给大家看。锁链，这一条锁链就是保罗身上所戴的锁链。好，保罗为了福音上锁，但是他依然传福音呢，很特别哦。他依然神很恩典他，虽然他好像是被成为囚犯，但是神给他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他被关的时候，他是住在哪里？自己住的地方。而且圣经使徒行传最后就是这样讲哦。上个礼拜我们的院长有跟我们分享过，对不对？神让他有机会继续来，凡来探访他的，他都欢迎他们，而且把福音继续传下去。但是他是带着锁链的使徒哦，哇，很特别哈。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这么美的地方哈。而这个地点以后，我们去到了梵蒂冈。去到了梵蒂冈。我们看这个是整个的它的广场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一对母子刚刚走过去而已？还要再一次吗？再一次哈，再一次来试看看，看有没有办法再看一下哈，看清楚一点哦。不动了，动了。哎呀，排队的好多，我们都赶着哦，有没有赶着要去排队这边好像是赶着厕所回来要再继续排队的了所以我们在梵蒂冈的时候也看见，特别里面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好，那彼得也是在尼禄皇帝手下被处死。然后他被处死的是什么样呢？照记载就是说，人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钉十字架，来为世人赔上了性命，而我不配。所以呢，如果要把我钉十字架，要怎么样？把我倒钉十字架。你知道吗？我们永光教会有一个倒的十字架，你知道在哪里吗？倒的十字架，倒立的十字架，你们都不晓得，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只要我们把这个前面的那个大门关起来，你从这里看的时候，好不好？现在把它关起来，好不好？有没有看到倒立的十字架？有没有？有没有？阿们。这是很奇妙的。我们是整个礼拜堂完成以后，我站在这里讲到，才发现我们教会有彼得的十字架嘞！哇，彼得上帝为我们钉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但是要钉十字架让我倒立。所以彼得就这样殉道以后他就被埋葬在哪里？
就在梵蒂冈这个地方，跟他殉道地点大概差150公尺。后来就在他殉道埋葬的地方建立了彼得大教堂，而也是现在梵蒂冈城的核心重要的，也是天主教到目前是最大的教堂，也不容许有其他的教堂会大过于它，也不可能，因为它花费了太多的金钱了哈。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在那里有更清楚的看见神的作为，透过一个人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神就让这样的历史成为历世历代的人所能够去寻找神作为的痕迹哈。所以你看，哇，这个大教堂非常的富丽堂皇哦，有米开朗基罗很多的画作雕作在里面哦，哇，真的是哇，太棒了哈！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去一趟，好不好？去过的举手一下来，举高一点没关系。哇，不错哦，好，那还没去过的没关系，下次你就可以举手了。阿们。我们求神让我们有机会这样来寻找那保罗、彼得的踪迹哈。OK， 好，那我们在罗马大概2天的路程以后，我们又从罗马来搭飞机来到希腊雅典的地方哈。到雅典了哦 ，OK， 到雅典了哦 ，OK， 好，那我们到雅典1天以后，我们又搭船哈。刚才小玉有告诉我们有没有搭船哈。对，那晚上去到这个克里特岛，就是圣经里面的格里底，圣经写到格里底，那是以前的翻译，现在翻译叫做克里特岛哈。那我们去那里1天，在那里参观以后，就是看见保罗他传福音后来被告，对不对？犹太人告他，然后他就上诉罗马。然后他要搭船到罗马，意大利罗马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所以那个船只好在克里特岛那里暂时停留。那停留的时候，他就上岸，在一处我们有看到那他上岸的地方哈。然而更重要的，当保罗到罗马被囚了2年以后，他就思念这个地方。看到这些是许许多多的百姓需要福音，他就回来，并且带着多马回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当他传福音在克里特岛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把多马留下来，多马留下来见提多，讲错了哈，提多来建立教会，所以现在那里有提多教会在那里哈。提多我讲错了哈，是提多所以我们在那里1天以后，晚上又搭船回到雅典这是后来我们在雅典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标，这是一个竞技场，有没有？还有旁边这是凯旋门这也是竞技场的地方几个牧者我们一起照着相片当然这是帅哥美女，这是没话讲的我们也去到雅典的卫城就刚才小玉有提到的对，我们看这些庙宇过去是富丽堂皇的，是充满了金银财宝的。这里只有什么宗教人员，只有那些那个叫什么？只有那些人可以上去其他人一般人是不可以上去的所以他们把宗教看为第一个他们的神庙，这是他们的神庙那我们也在那里来看，哇，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说，神真的很爱欧洲人因为透过神给保罗的一个马其顿的呼声，让福音能够转向往西。本来福音还要北上的但是因此而转向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OK， 好，所以这是保罗第2次布道的一个行程。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路线上，他从安提阿开始一直走
走到特罗亚的时候，他本来想还要往上，对不对？要去比推尼与本都，有没有？那当然，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叫他们不要上去哦。耶稣的灵禁止他们上去，然后呢，就有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就从特罗亚去到了尼亚波里，然后尼亚波里上去以后，可以说是到欧洲的第一站，而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的城市。那了解吗？从这个路线，就可以看得清楚哈。所以刚才小玉说我们是反方向走是对的哈，因为后来保罗到罗马去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从罗马回到雅典，然后再往上走到然后到最后我们是到那个腓立比的地方，有过帖撒罗尼迦，然后到腓立比的地方。那今天的经文所提的就是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站，就是到腓立比嘛，这个是现在腓立比的旧址，过去的旧址，我们也去那里参观哈，然后就看见怎么样？哇，这里有很特别的哦，这一只柱子还留着哈，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有没有看到特别的记号？有，我把它放大了，有十字架，有没有？其实这边很多都是神庙哦，然而这个柱子却告诉我们，基督教在这里，建立教会在这里建立起来，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把我的弄掉哈，然后他们在继续挖掘过去的这些古迹的时候的石头啊，他们都有编号哦。我第一眼看到的就一个编号521，你们知道521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对，我们永光教会是在哪里？1972年的5月21号创立的哦。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石头，我把它照相起来，很特别，521。然后我要找523，你知道523是什么吗？是我生，找不到。太多了，因为好多千颗的这个大石头找不到没关系，521比较重要，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神透过这样的一个马其顿的呼召，现在放我的影像了 ，OK， 让我们看见保罗就顺着圣灵而行。我相信在你的生活中也有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召。你相信吗？你听过吗？有的人感觉，我又不是保罗，但是有，在属灵的意义里是有的哦。我们看见，在整个经文在描述为什么保罗本来期待往上行，因为往上的话，对保罗来讲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往上是散布了，还许多犹太人在那里，在本都那边很多都是犹太人，所以他顺理成章的往上继续来传福音，这是他自己规划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灵禁止他，强调的是什么？耶稣自己在指导，在透过圣灵在引导福音的传扬呢，很特别哦。耶稣的灵禁止他，我们说是圣灵禁止他，但是他特别强调是耶稣的灵，也让我们了解，我们教会整个的被建立，是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设立教会，对不对？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别人，来医病赶鬼，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继续来传扬福音。所以耶稣的灵有没有与我们同在？阿们。我们强调，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耶稣的灵就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这是可以透过保罗这样给我们一个最明确的一个明证哦。所以我们感谢主，在特罗亚的时候，保罗在夜间就听见了这个异象，所以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来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这一段经文以后啊，本来写保罗他
跟希拉，对不对？后来这个作者好像也加入了，所以作者开始用我们。好，本来都写保罗跟希拉怎么样，然后在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以后，马其顿的意象以后，作者开始说我们。那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哦，是一位医生哦。然后，所以历史学家很好奇，后来他们就觉得那个马其顿人的呼声应该就是路加，因为路加就是在腓立比的地方，是在帖撒罗尼迦当医生的，所以他知道那里需要福音，所以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意象，让保罗看见，也让路加来找到保罗，然后跟他随行了。这是历史里面我们圣经没有写到，但是我们是可以看见，这是很特别的，就是当保罗跟圣灵同工的时候，就发现可以成就的功是超过他自己所想象的，是超乎人所可以定夺的一切呢。那我们的教会，求神也帮助我们，不是靠自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人、靠车、靠马，不是，我们靠耶和华方能怎么样成事。阿们。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如今我们也应该要晓得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绝不轻忽圣灵的感动。阿们。我问过你有马其顿的呼声吗？我说那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就是马其顿的呼声。如果你有觉得你的生活当中，朋友啊、同事当中、家人里面，你觉得他真的如果有耶稣会更棒，如果有这种感动，就是他对你的马其顿的呼声。阿们。那你应该跟学习保罗，主啊，是的，我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我放下我自己的眼光来定夺他需不需要福音。愿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他跟基督的桥梁。阿们。让我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我成为帮助他能够认识耶稣一个的关键的人物。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要轻忽圣灵的感动。阿们。你跟隔壁说，我绝不轻忽圣灵的感动。来，是的，若是有圣灵的感动，出于好的，出于善的，出于积极的，出于热情的，你都应该放手的、勇敢的来执行，因为你是跟圣灵同工的。阿们。耶稣的灵若感动你，你就应该跟耶稣同工，来成就他的作为。所以我们感谢神，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整个路程，刚才崇玉有告诉我们，我们是反着方向走哈。所以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就现在的名字叫做什么塞撒洛尼基，塞撒洛尼基哈，我们圣经是写帖撒罗尼迦，好，那安菲波里，现在是安菲波利斯差一点点哈。那圣经记载的亚尼波利，现在叫做尼亚波利现在叫卡瓦拉，所以我们去到卡瓦拉港哈，去到那个港口，很漂亮的港口，然后我们就用走路的去到保罗上岸的那个地点。保罗上岸就是来到非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好，我要再来看让大家看，保罗上岸的这个地方哈，现在那里有一个东正教的教堂，那前面有一个画墙我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有一个美女在那里，有没有？哎呀，这是保罗登陆欧洲的纪念碑。好，那我们看那里用马赛克所做的一个画墙在那边哈。潘牧师右手按着的那个石头那个是保罗来到欧洲的时候踏过的石头呀。我想说怎么会在路旁放3个大石头原来是有这个意思哈。好，这就是那个
马赛克的画像，那里所给我们的哈，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夜间的时候异象有没有？然后有一个马其顿人，哇，来说，请过来帮助我。然后保罗就搭船来到马其顿也来到第一站的腓立比的地方哈。这是那个画墙里面，我们站在前面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他的地方原来是2000年前，快要2000年了哦。保罗按着圣灵的感动，从他熟悉的亚细亚这个大区块，他搭船过来欧洲的这个大区块，这是他不熟悉的地方，这是福音的荒场。然而因着圣灵的引导，他勇敢地踏上来。而如今我们就看见神就这样的一个大大的祝福在欧洲的地方。这是很特别的哈。我特别把现在的保罗的一个画像也放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哈。所有的这一些的作品都是你看到这个就知道是保罗哈。因为我刚去要找保罗，找不到保罗呢。因为我跟当地人说，我要 Paul 的画像，他听不懂原来要说希腊文 Apollos。就是阿波罗斯，希腊文，保罗就是阿波罗斯，他们就听懂了，如果你跟他讲阿波托罗斯，使徒阿波罗斯，他们就更清楚，这是使徒保罗哈，哇去到那里原来还要把希腊文拿起来读哈，这感谢主哈。保罗去除个人的己见，顺服圣灵。他所带出来的，可以说转化了整个欧洲。因为整个欧洲，我们知道希腊神话充满了，完全都是神话的世界。我们去看很多都是神庙的哈，甚至有万神庙，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任何的神明，他们都拜哦。好像我们台湾的民间宗教有一点类同，对不对？道教有一种类同，是多神论的哦。然而神透过保罗把独一真神上帝的福音带到那里，撒下福音的种子。像现在很多都是东正教的、天主教的，也有基督教的。然后我们都知道，这都是神为他所创造的百姓给予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跟圣灵同工的时候，我们必可以带出福音的大能来，阿们。特别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这是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也一定要跟圣灵同工，更多的祷告。不要忘了，我们在小组聚会，在幸福小组聚会之前，一定都要有什么？会前的意向祷告，阿们。如果你忘了这个区块，你就忽略了圣灵的作为，你就忽略了邀请圣灵来参与在你们的当中。如果你忘了圣灵，那你可能会做白工哦。阿们。求神激励我们。我们看保罗，他告诉我们，他整个这样愿意摆上他的性命，把福音广传出去，那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圣灵的催逼，让他明白，他本来在世人来看，他可以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的，但是他说，我为了基督，我把万物看为什么？粪土哦，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份信仰上有完全的得着，那福音的大能够彰显在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任何的需求里面的话，那你应该要更明白，那靠圣灵做事的一定是得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愿上帝让我们透过这样能够明白。保罗说，无论如何，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2b 到23节，那是 B 哈，不是6哈。OK， 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去到一个路径的时候，要进入帖撒罗尼迦之前呐，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在那个路旁啊，有一段是当时候保罗进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所路过的那个路哦。然后他们特别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看当时候保罗所走过的路。我们就发现，哇，那个路啊，都是用大理石，好大好大的理石，这样一块一块的拼凑起来。那你就知道，当时候那个路面会是怎么样？崎崎口口有没有？哇，即便坐马车也一定很辛苦啊，骑马也不容易呢。可能比较多都是用走路吧，所以那个城市也叫做用骑马来的人你要来这里就是骑马，若不然就是用走路，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发现，对保罗当时候，他为了福音，他愿意这样摆上他的性命。这是我们到如今回去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若不是保罗，他有亲自被基督所呼召，成为外邦的使徒，他清楚这个呼召是来自主耶稣基督，是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他在大马士革遇见的这一位主，是他亲身经历的，以至于他知道这福音的好处是什么，他明白这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所以他就愿意这样摆上他的性命，所有的一切都为主而舍弃，而得着的是神给他生命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这是我们遇见保罗所做的一切，去经历他的这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深深的一个体会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当你我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若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基督的心肠，他的十字架的爱，以及这些历代的使徒走过的，最后他们所摆上的是什么，而如今建立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学习，让我们更能够去体会，更能够用属灵的耳朵去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可以遇见的，你是可以经历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深深的体会哈。好，最后我们怎么回来呢？我就告诉各位哈，我们刚才潘牧师有说，我们要回来11月2号，本来就应该回到台湾，回到台北了哈。然后我们照着预定的班表，我们去到机场，在路上大概还有20分钟就会到机场的时候，台湾的导游告诉我们，糟了，我们土耳其的航空这一班不飞了。我说怎么不飞了？为什么？是因为战争吗？我们一直在揣摩到底是什么，还是土耳其跟以色列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就一直害怕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伊斯坦堡那里又怎么样了？我们到那里确实是不飞了。然后我们就看见有一些的散客就在那里，也跟航站的人在争啊，在吵啊，他不飞了怎么办啊？要跟我安排啊，他们就没办法。你们现在才来报道，你现在才来报道，我们才知道你真的要搭这一趟的飞机啊。但我们感谢主哦，我们的导游在前一天晚上就网络上就怎么样报道，所以呢，航空公司就不得不一定要理我们，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被安排到比较市郊的城区的一个旅馆哈，而且那个旅馆还不错，就在饭店当中，而且在市区哈，所以我们被知会说我们要随时等候，那个行李不能用得太散哦，搞不好15分钟就要上车了哦。我们就战战兢兢的哈，到了晚上6、7、8点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确定今天不能飞，然后我们会滞留2天，
然后呢，他们安排了我们怎么回来，你知道吗？本来我们是要从那希腊那边铁扇罗尼加在上面一点，要直接搭飞机回到台北。但是我们后来从那边要搭3小时的巴士到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北马其顿，因为这个国家刚独立不久3个小时以后，我们又要从那里搭飞机回到哪里？不是直接到台北我们要回到伊斯坦堡以后，然后再从伊斯坦堡，我们还要再搭飞机回到哪里？回到香港，然后在香港再转机，最后才回到台湾这是我们要回来的路径那刚才潘牧师也告诉我们，真的非常的惊险真的是超乎想象。还有一个最后，唯有神特别厚待小玉的是什么？知道吗？他的行李竟然没有回来。我们到桃园机场才被告知，也没有告知就有个立牌，我们在行李转盘，对不对？就有一个立牌说有3个行李没有，这次没有回到台湾的。我们一看小玉的又中奖了呀！还好他们有保险很特别。神真的给小玉很多很多的经历这一趟回家的路真的是超乎想象。然而在这些超乎想象里面，总是让我觉得，我们觉得这样很不方便吗？不，以保罗来看，这是最轻省的一条回家的路，因为保罗一出门就没有想过是不是可能回家，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就有许许多多的我们的同工或者教会的这些同工就会说如果我是保罗我这种路要叫我走半天，我就打退堂鼓了，我就回家好了我做不下去了。对，让我们非常的清楚，真的是保罗为什么有这样坚毅的信心，能够执着从神给他的一个呼召，乃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这位主。阿们。你有亲身经历你所信的这一位吗？你明白他可以让你完全的交托吗？还是你留了一手想自己来呢？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看的时候，就能够更体会我们这位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主。阿们。感谢主，让牧师可以第2堂可以顺利的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路径这些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你我已经成为相信的。主一定有把那马其顿的呼声放在你的耳边，放在你的心里那一份的感动。那你愿意为这马其顿的呼声转向吗？调整一下吗？改变一下你可以改变的。我相信对你家人，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同学，会带来极大的祝福。这祝福，如果你可以成为他的管道，那你应该要回应马其顿的呼声。阿们。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领受。阿们。有领受吗？感谢主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不好？我们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也可以让大家来领受OK， 好，这时候我们要我的经文在哪里去了呢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再一次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3节，
我们给它背起来好不好？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3节，阿们，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来宣告好了，好不好？好，我宣告，来，预备，来，我宣告，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好处。我宣告，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至尊生命，荣耀全能运行，救赎恩典遍及万民，因爱拥抱恢恢儿女，全心敬拜赞美，敞开与主连结，谦卑顺服，日日更新，何以见证荣耀主名。世界的光，唯有耶稣我们尊崇。永活的主，世界的光，唯有耶稣我们呼求。丰利生命，建立教会，成全圣徒，乐传福音，幸福被真理的释放，天地颂扬。至尊生命，荣耀全能运行，救赎恩典遍及万民，因爱拥抱恢恢儿女，全心敬拜赞美，敞开与主连结，谦卑顺服，日日更新，何以见证荣耀主名。基督为中心，以传扬福音为己任，以荣光教会为荣耀，效法基督活出美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传扬福音为己任，以荣光教会为荣耀，效法基督活出美好。世界的光，唯有耶稣我们尊崇。永活的主，世界的光，唯有耶稣我们呼求。丰利生命，建立教会，成全圣徒，乐传福音，幸福被真理的释放，天地颂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世人开了救恩之路，让我们透过历代的你所拣选的使徒，能够看见这条道路
是宽广的，是你的恩典足够用的。即便在人来看是窄路，是不好走的，但是他们的心，你被你所呼召的，他们都知道这一条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代成为你的百姓，可以继续来领受这福音的大能。也求你帮助我们，把这大使命放在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人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学效保罗，让我们看见彼得他们的摆上被你所喜悦，如今已经有得着荣耀的冠冕，也把这样的恩典的福分放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你，让我们继续领受感动，继续有马其顿的呼召来感动我们，叫我们用行动来回应每一个呼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道主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登上加恩，领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日道主施恩作见，会众请起立。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登上加恩，领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登上加恩，领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坐。现在我们请牧师来事工的分享。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透过牧师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领受到基督的大能。阿们。我们都可以成为现代的保罗。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在这个礼拜，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新人呢，都一一的进场了。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同工为这些的 best 祝福的祷告，所以有新人一进来，整个小组的那种的热络、那种的兴奋哈，真是看见一个灵魂得救那个心里面的喜乐。保罗就像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继续的还有几周的时间，我们幸福小组几周的时间，我们继续
不要放弃，也不要害怕的，勇敢的来邀请他进到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也再一次的用掌声鼓舞我们这些的我们的福长们，好吗？福长们呀，神的灵在所有的福长的身上，组长还有同工，哇，每一个人还有跟组员这样的一个邀约哈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好，再来，我们就看到，好，我们的培育学校成长班，我们有14位，在上个礼拜五呢，结束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门徒班，然后领袖班。我们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如果还没有上的，或者是新朋友来到永光教会的，我们都要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哈，让我们在整个培育学校里边能够有系统性的在信仰上来被建造。好，恭喜这一些的学员们。好，另外呢，我们下个礼拜有我们全教会的野外礼拜的秋之旅。那我们以往的野外礼拜呢，我们的礼拜是在外面，可是呢，这一次我们要把礼拜的时间呢，要放在前面因为现在在外面的场地要租借到我们300多个人的一个聚会的场地哈，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试着我们弟兄姐妹呢，所有参加的人，这一次现在是总共330多位哈。所以呢，我们7点半在哪里集合？在这里集合。然而，你如果是第1车到第6车的，是在主堂；第7车跟第8车，第7车跟第8车的是在副堂。因为我们这里呢装不了300多个人，所以呢，我们大概有一部分的人，第7车、第8车会坐在4楼的副堂。所以呢，礼拜天7点半呢，你就按照你几车，然后1到6车在哪里？在3楼，1到6车在3楼，7到8车在4楼的副堂。那你会说，那我怎么会知道我是几车呢？我们的同工呢，会来联络，我们的组长也会来联络哈。所以你到时候你就按着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如果我们全部通通都挤到这边，还有电梯。我们7点半要集合的时候，我们1楼会有引导的人员，所以呢，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你的身体呢可以爬楼梯的，你目前牧师，你的身体不能够爬楼梯的，举手一下，一定要坐电梯的。OK， 那你们一定要坐电梯，不要勉强爬楼梯，好不好？你们就一定坐电梯。那其他的人呢，都走楼梯，好不好？OK， 我们都走楼梯，因为很早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住户呢，我们也尽量就是跟他们有一些的分隔哈，让我们就走楼梯进到我们的3楼跟4楼。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野外礼拜的7点半集合你不要想说那如果这样的我就等礼拜晚，我8点40再来。对不起，我们礼拜晚我们呢车长也在这里，我们礼拜晚就马上进行报到。好，然后发名牌，好，都结束了，我们就要上车了。所以是几点上车呢？我们都看那一天的礼拜的时间。所以你千万不要等到8点半、9点才来，我们走人了就不等人了哈。好，所以集合时间是几点？7点半哦哈。好，那没有报名野外礼拜的，举手一下，现场的。好，那你们可不可以来参加礼拜？非常欢迎你们，7点半来礼拜。那你们礼拜完你就不用上游览车，你就可以回家哈。所以呢，没有报名野外礼拜的，一样可以回到永光教会来礼拜，7点半哦。那你不要说大家都上游览车，你也跟着上哦。好，这次都是满的哦，没有位置了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好，另外呢。野外礼拜完之后呢，我们在12月初呢，我们就开始因应我们的圣诞节，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 Best 回到教会来，所以我们有圣诞扩香石的手作来。好，我们请我们的同工来展现一下我们的。好，这是今天下午呢我们要试做的，这个扩香石哈，非常这个都是我们永光教会特做的哈。好，那这个是什么树啊？圣诞树。好，
这是圣诞树，圣诞树有永光教会的 logo， 这个盒子都是特制的哈。好，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呢就是第二个，所以呢，我们这个手作呢会做2个，一个人呢可以做2个，哈哈。那里面呢，你现在盒子包着，所以没有香味。我等一下走过去，哎，你有没有闻到香味？乳香跟没药的香味，里面呢还有金箔的那个黄金。好，然后呢，我们还会再送2瓶的乳香没药的精油，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手作，所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best， 我们总共办了11场，11场，我们的目标是多少人？600人哈，所以呢，我们把最好的东西，我们要给这些的 best，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基督馨香的爱。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先领受到的，所以一定要分次出去哈。好，所以呢，我们目前报名大概是300个人，我们还有300个人的目标，所以呢，有很多的机会，你的家人没有信主的都可以邀请来。所以我们下午的同工的手作，我们必须要先把它完成哈。只有服侍的同工下午可以体验，若不是，你就不用参加在下午。我们因为呢，他们到时候手作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桌长来服侍他们，就没有时间再自己做，而且他们也要了解这个过程，才能够引导 best 如何来做哈。所以下午有我们同工的手作的优先的体验做哈。好，谢谢同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所以我们的圣诞手作要赶快报名了哈，我们每一场额满，我们就没有再收了哈。好，那下午呢，我们有3场的研习会哈。好，第一场呢，礼拜完之后，我们有意向座谈会，有关于明年牧师给我们的意向，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同工铁三角同工，我们都要来了解。再来，接着就是野外礼拜的同工的彩排训练。好。那另外呢，就是扩香石的同工的手作，所以呢，我们大概将近会有100个同工都要到楼上，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训练会哈。好，再来。另外，12月很快就到了，对不对？所以呢，12月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受洗的主日，所以呢，我们要把握时间，也勇敢的邀请我们的 base 的朋友，你就把我们的受洗单递给他。为他祷告，让圣灵来感动他的心哈。好，所以这是一个圣诞月来受洗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另外呢，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有没有看到周报里面有夹这个感恩的奉献袋？11月的第4个主日，11月26号是我们的感恩节，所以呢，我们在感恩节的那一天，每一个人在这1年里面。我们对神的感动，对神的感谢，我们呢，把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呢，把他这个奉献的金钱放在里面，写上名字。11月26号，我们都一起来到前面来向神献上感恩。所以呢，这一张我们的奉献感恩袋要带回去，11月26号带回来。那还有另外，我们有为建堂基金奉献的这些的小猪也可以回家了哈，因为1年了，大概也很饱了，可以回家来奉献给神哈。好，我们再来看，好，那感恩节那一天呢，我们来参加的，我们都会致赠我们永光教会的月历，很漂亮的月历哈。好，另外呢，12月2号那一天，是我们全教会同工的事工研讨会，所以同工呢时间要拨出来，一定要来参加，要不然你不晓得我们明年有什么样的事工的调整哈，所以同工都一定要参加。好，我们的神学生派出去，这几周哈，派出去。为台神的纪念日去请安报告，我们也为这些的神学生，我们教会这几位神学生来祷告。好，另外呢，北大女宣道会呢，在11月16到18在花莲有灵修会，那我们有5名参加，也为我们这些的同工来代祷。好，这是我们的儿童牧区亲子礼拜，他们有圣诞活动的才艺表演的甄选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赶快来报名。好，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戴秀玲牧师，还有他的女儿连佳跟连心。秀玲牧师来，我们请他们站起来呀！这也是牧师的好朋友，是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神，也带来祝福感谢主。好，我们再来介绍是慧燕跟方文所带来的朋友。好，黄玉忠弟兄在哪里呢？参加亲子礼拜。好，那再来还有吗？好，再来是秀莲所带来的朋友秀芬。好，秀芬，上帝要大大祝福你，让你的脚得力，让你呢充满了健康、喜乐，阿们。感谢主。好，还有吗？好，幼兰是从上海回来的。幼兰在哪里？幼兰，这个就是神要给你的教会，神祝福你，在未来的道路上面，圣灵要与你同在，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的新朋友跟我们的迎宾团队，我们的教会呢有新的有礼物要来送给我们，好吗 ？OK， 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带着热情，我们彼此来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好，一起看旁边的人，爱你，是的，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再向另外一边的人，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向中间呢，向左向右坐来，耶稣爱看对方的，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将那传福音的热情放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底，让你们明白这是出于神的呼召，也必带着主的恩膏与你同行，让他的恩典丰丰富富在你所行的路上，在你手所做的工，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下个礼拜7点半见，大家请坐。7点半。7点半。